同爱同上水门呢。哎，你做咩呢？你有冇做过？他东西呢？你最近养咩？你有冇做过案件？有係眼冇做分用嘅。看见面扣扣，面扣扣有係。哦，有冇？有面扣扣，有個聲呢？都有咪叫呢？哎呦！什麼因水母好下去吼，你的膠原蛋白是不是整體去？膠原蛋白跟你的皮膚明就變得更唔好。嘿，膠原蛋白摸睇你是不是唔做吼，和嘴角嘅唇頭會打結。啊，會揪揪啊，跟又有皺紋啊，眼眉，講啲叫眼啦。一聽就不你變得超級的中國小姐了吼。哦，阿鳳姐，阿 Q 妹，教你做料理。叫安尼乡亲朋友吼，冇祝福亲戚面壳壳的胶原蛋白料理。好，到底買個東西呢？用嚟做呢？你可能買東西。又係湯姆米，係啦，鳳粥，韓國又係枸杞。嘿，有到變湯吼。變湯，好，當導演講吼，一行行都吼，你按湯姆米吼，慢慢處理呢。嘿，呀，睇位。係，愛留佢剁鐵，要處理過。當就就來吼，你緊切吼，我緊講哈。好，切悠悠。係，你講因為用泡沫米呢，其實泡沫米你講哦，膠原蛋白當到，其實我講佢膠質都唔係膠原蛋白。哦，唔咧。要膠質唔係別人膠原蛋白。唔夠太㗎，就講有糯米青豆膠原蛋白呢。其實唔係吼，安尼是佢膠質吼。膠質。啊，膠質就買。不，你的氣管骨吼，因為講吼皮膚通表裡，氣候吼皮膚是會這樣，所以其實吼，是泡沫米最主要是骨，你會該慢慢講，不，你會該氣管好吼。不過泡沫米有項東西，其實對人皮膚有幫助。乜嘢東西？維生素 D 啦。維生素 D。維生素 D 啦，皮膚有關係哈，所以講泡沫米是泡沫米，其實咪有幫助哈。但安自己嘅補膠原蛋白哈，一項秘密武器。哦，係乜嘅？兩百個。雞卵有膠原蛋白。你真正會補膠原蛋白而鈣卵哈，因為鈣卵特別氨基酸佔真正膠原蛋白成分。好，你要倒好咧哈。好，當綿綿。嘿，不要木肚。不用落去。當綿綿不用落去。你要教你提嘅項東西，你要鳳粥。鳳粥。嘿。鳳粥吼，特別有當可抗氧化成分吼，你講膠原蛋白吼，比如講，你卵特別氨基酸特別有膠原蛋白，如果你膠原蛋白等於冇處理後會流失。哦，古時候愛用嘅來保護呀膠原蛋白喏。你鳳粥特別吼有膠原蛋白氨基酸以外吼。鳳粥特別該植化素，會不會你本身的膠原蛋白它唔會流失。乜該素？再講一遍。植化素哈，植化素，好，應講多酚類啦，講多酚大家還記得是啦，多酚類，好，佢特別就多酚類，你講活性毒的膠原蛋白哈，七角嘅分解，好，不點睇，也會來保護呀多酚，會來保護呀膠原蛋白，唔好本佢流失分解嘅，哦，原來就係按呢，好東西也不用落去嗎？哦，也不用記，也別落去，記也別落去，好，韓國呀，枸杞，那。枸杞特別要買好東西呢，枸杞特別要加貝塔胡蘿蔔素，貝塔胡蘿蔔素會做到你皮膚當個，本你皮膚哈下偏發哈，下跟皮膚細胞就咧更新下好，哦，好呀，標，這樣嘅什麼你莫唔記得要不要買？愛記得。其實啲東西多少冇相關。哦，好，今日全部不用落去哦，嘅小英嘅皮膚好好的哦，古時日枸杞全部落去不用落去，韓國日餅糖調味，不用一點點什麼不用點多，好一啲啲咧，按嚟就好誒。平常都有個糖化反應啦，皮膚唔會這樣。哦，你今日買東西呢？水，一本佢有米有糖，按嚟，哦加阿曼豆呢，因為今日係用買煮，優雅燉鍋，係唔係用鐵鍋唔成多水，因為你要煮慢慢水，唔點太好。來拿匙來，佢下去攞佢煮。哦，慢慢煮哈。從你按煮好之後哈，就等你哈，下功夫等哈，
因为安俩吼丰州地方就直毛，嘿，无也无盐嘿的。，冇人呢吼，冇直诶吼，你做得过下那个高自己地方，然后去打面面来。哦，就嘿呀，糯米同凤爪，然后给拿到果汁机里面，然后给打到绵绵，按你嘿唔嘿还油色起来很滑顺顺口。嘿，马上做的是下去吼。嗯，诶，等于煮好，有等于是讲啊做得好了，然后得轮拍会下去。冷拍，变落去，按你唔会有其他冷的米是嘿。诶，就等于姜啊梅末相干，跟咱拿去煮熟变水煮蛋。哦，嘿，好，啊，你是一后俩汤添汤，是一再轮拍，安咪看到效果。哦，古时候会让你搭配着吃，哎，你嘿食以后甜汤，食以后也冷，按你咪就做得相辅相成，帮助就安超嘞。尼吼，慢慢是差不多是唔是几年吼，耶，冇煮不冇吃唔吃，真嘅呢，面是会会好。可可。哦，今日按你要做几久呢？诶，你煮到几种吼，按面面落落吼，安尼吼，慢慢等去煮落来。好，我等一下诶。嘿，哇，煮好诶！哎，你煮到本佢落绵绵，按你係咪就做得咧？咱做得咧，哎起码爱烤鱼，后台了到料理吼，对皮肤就蛮好处。有，我記得也泡沫面對有家嘅膠質吼，家嘅膠質還有家嘅天然係鳳爪佢底都有自由基，自由基做得保護誒啲膠原蛋白冇問題流失，嘿，還有呢感記，有貝塔胡蘿蔔素，做得對誒啲嘅皮膚都好。古時候漢語版嗌嘅母豬強就唔會按呢沉沉糊糊誒。坦白看到你是中國小姐咯，全部你哦。阿芳姐，阿喬妹，講你是多緊張？這都空天哦。